多谢立安，再来关心咱海防的问题。有一个中国一个查甫人车到坐船直冲淡水河，大声话讲要投靠中华民国。外界质疑讲这是拍算要透过快艇来刺咱的国军。针对这点呢，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讲有这个可能，加上这个人有解放军的背景，捌做过海军，搁捌做过舰艇的艇长，这款的经验，这款的身份真特殊，将会调向这个方面来承办。啊，若是安怎会会成功冲入到淡水河？关碧玲承认讲，这有人为所信，因为当时市认为讲，这是咱方渔船要入港，才会无通报。青浦涉山查甫人去海巡警员靠手铐带登的侦办，原来伊是一个中国籍的查甫人，驶小船冲入淡水的渡船头，引发到国安记录。更加喊过的是，伊个有解放军的背景。他比较斯文，他的衣着比较体面，而且他的经历比较特殊。他曾经担任海军，而且还做过艇长。系统没有失灵，是人出了问题。人为所信。讲的就是一个姓翁的查甫人，伫落海里的时阵，都互雷达侦测。也毋过当时，雷草草误判是咱台湾的渔船当来渔港，上海里搁在通报时，海巡讲海上有30只船，无法度辨识。0.5海里的时阵，也是表示距离遥远，速度真紧，无法度精准掌握。一直到方发现，毋是咱台湾的渔船，嘛不随通报掠人。巴黎守望哨的时候，有辨识出来说不是我们的守望，不是我们的渔船的时候，我们按记守望哨的同仁有失职之处，这中间有30分钟之久的失误。这件事情负责的干部在第一的时间就向我要自行处分。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。那所有关灰色洗澡的这个部分本来就一直是持续存在的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要做相关的厘清。海委会相关的通报失灵，处分的专业校对，今仔日将会开人评会处理。毕竟中国快艇直接冲入咱台湾的海峡，敢是真正亲像当事人所讲的刀喷自由，也是另有温情，更加让人烦恼。这是中共作战的新形态，利用破色地带侵扰台湾，牵涉到国安问题，被当不谨慎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